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权妹。呀，礼拜二啦，系乜嘅节日咯？系啊，阿妹嘅节日系母亲节，祝福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今日节目当中吼，就邀请到一对奶爷同阿妹，唔过要同大家来分享乜嘅咯？要同大家来分享做得送俾阿妹嘅礼物，或系乜嘅咯？系。酒，葡萄酒，我相信电视机头前当到阿妹妹当好食酒，唔过印象当中台湾做嘅酒系样板嘅酒咯。今日要同大家来说嘅系我自家盲食过台湾出产安阳嘅葡萄酒，细细来分享。今日节目里头有请到嘅来宾来分享兰菲酒庄嘅第三代嘅经营人，吼，叫我总志刚分享小刚。大家好，我是小刚，很高兴来到这里。好，欢迎小刚。撒下来嘿，家嘅妈妈咪嘿，天一台嘅营养长，好来分享李淑珍，淑珍姐分享。嗨，大家好，我是李淑珍，很高兴来到这边。好，分享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亚炸酒庄黑地那一片哦，黑地亚总发20啊，我就想到一个很奇妙的问题啊，就是彰化20怎么会有客家人？对不对？妈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 ，OK。其实我们20的客家人是从苗栗的铜锣。哦，那跟我同乡哎，真的苗栗公馆，我在公馆，在旁边铜锣旁边而已。哦，对，因为我们每年其实现在我们每年都还会回去铜锣那边扫墓。扫墓。对，那到有大概有一批的人到20那边去哈，像我们已经到了。第4代了，已经第4代了，对，小刚第3代，第5代，就是我们移民到20去。小刚是第5代了。对，那我们酒庄的话，它就是第3代。所以东久以前第5代就已经来到20鸦片天色，就已经迁徙到这边了，对，然后就一直在这边落脚。对，是的。哦，那听说在20鸦片啊，其实有东岛地方都有种葡萄，很多地方都有种葡萄，甚至呀酒庄没有东岛，酒庄也有很多嘛。是的，其实以目前来讲，20是全国酒庄最密集的地方，尤其我们这个社区更密集。对，大概有7、8间左右。目前还有的是7、8间，对，但过去其实更多。早期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大概20几间。哇，对，所以可以存活下来，算是很厉害了。然后人家就就黑呀7、8间底度其中1间。是的。那这真的是一个过去泰雅汉姆迪嘅历史，其实头摆20有出产东岛那种传统的葡萄酒，跟现在你们出产的不太一样。对，就是所谓像葡萄露的那一种，对不对？对他们以前的做法会加蛮多的糖，因为糖是天然的防腐剂嘛，防止它去变质。那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有慢慢在改进，变成就是减少使用或是不用这样子，有很多做法可以去改善这样。对，而且听说从等于说是小刚的阿公嘛，对不对？对，第1代开始做酒庄的时候是做自然酒。对，自然酒就是我们在酿造过程没有添加任何的2氧化硫啊，或是人工酵母菌这样子，然后完全是靠葡萄皮上面的天然酵母去让它做发酵这样。哇，其实也就第一次可能当到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无乜嘅按了解，因为无像伫国外呀，平常吃个饭啊，就里面比这个跟餐一起喝的这个酒，我们其实没有这种文化跟习惯。不过今日啦，有请到小刚韩国妈妈就会同大家来收嘅呀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谓自然酒就是不能加任何这些东西。那我们平常喝到的，我们常常在超市啊，到处其实都买得到，甚至连便利超商都买得到，这种就有可能不是自然酒，对不对？对，正常的酒一般都会用比较工业方法，因为现在就是讲求快速嘛，然后品质要稳定，所以就会添加一些防腐剂、2氧化硫这样子去维持它的品质。我知道，跟酱油一样，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我们用酱油的方，用泰国的方式来了解起啦，对不对？其实他们都是合法添加的，对，但是因为比较速成，对，所以口味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那对，自然酒就是完全表现出它葡萄本身的味道。对，就是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保持它最原本的风土这样子。对阿公开始就来做安阳嘅自然酒，那你阿到嘅酒庄嘅名
也很特别，听说就是阿公阿婆的名字，对不对？分享一下，妈妈。其实当初我公公跟婆婆他们在取这个酒庄名字的时候就很头痛，一直想说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好。很头痛。对，然后我公公就问我说：“哎，淑珍你要不要想一下？”然后就说：“啊，很简单啊，就用你们的名字就好了啊，很有纪念价值啊。”所以他们也很开心呐，就直接就用我公公婆婆其中的一个字合在一起，就变成是蓝推酒庄。严格上来讲是淑珍姐取的哎，你的 idea 呢，对不对？你对，当初应该是这样，对。然后现在这个酒庄，你有没有 TPA 来做呀？建设就是把它弄得很漂亮。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去。对，目前就是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可以来采葡萄 DIY 酿酒，我们会教你怎么酿，就是葡萄酒最自然的方法去做酿造。那你现场也可以采葡萄啊，或是采葡萄来吃都可以这样。而且就是这个酒庄感觉很不一样哦，是三合院形式的酒庄。对，就是我们以前客家三合院，对，就保留到现在这样子。所以头摆虽然它可能不会讲客家话哎，但是我们还是保留着以前客家的生活方式，然后跟现在的技艺酒庄结合在一起。对，就是客人来就会有一种古色古香，很冲击耶。对，感觉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却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对。然后因为现在小刚几年回来的？我2015年的时候正式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然后听说你有给埔头盐底度有一个很招牌来因为就是因为这样，你要不卡给葡萄酒庄会按后生，就是因为是使用老藤的葡萄。对，老藤的意思就会讲中东久的啊，对不对？是。都多少年了？阿公给我们是种下来的。我们是从民国53年，那阿公那个时候就种到现在。那当时我阿公是那个产销班的班长。哇。对。难怪种那么多。对，就是面积比较大一点，所以就是我们当初想说把它废掉，有一点可惜。所以就一直把它保持到现在。好漂亮哦！对，明年就满60岁了。哇，我看到给刚刚胸片底度有很多这个很大片的葡萄园，这个好美哦，也真的也有那种在国外看到酒庄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啊。然后每颗都年纪这么大。对。那按豆塞给葡萄这么久长这么老的葡萄，真的它做出来的风味会比较好吗？会不太一样。年轻的葡萄树它是产量大，对，那它的品质可能也比较多。那老藤的话，它就是品质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它就跟柚子一样，它的根会扎得比较下去，老长，对，吸收到的矿物层也不一样。对。原来是按呢。故说亚哈里面有可以发出7家的酒，听说有一罐是限量500瓶。它叫做 Black Queen。对，我太好奇了，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会想要做这支酒吗？这支其实我当初2021年在做的时候，就是想说，想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可以接受度再高一点点。对，那我就是把葡萄晒得比较干的方法下去做这支酒，它的果味会比较重。是因为这样我这样劈了吃到有葡萄干的味道，对，它葡萄干的味道也会比较明显。对，就是你入口会觉得，就是整个都是果香的感觉。来喝一口哈，它闻起来超甜，但是喝起来不是超甜。对，因为我要先说，你去咖黑，它养色都懂甜的酒，我是喜欢喝没有那么甜的。但是这个好顺哦，它不是甜的，但是它超顺。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跟意大利的感觉有点像，就是你风干之后，它跟晒干一样，就是它会有味道更浓缩，有甜美的感觉。对，然后一些水果味道就是会马上爆出来的感觉，这样子。好好喝哦，它是真正是一种有个葡萄的水果的香味会冲上来。不过不会有酸味，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酸味，但它也不会有很腻的甜蜜都雅给追度红。听说现在这个酒已经在大饭店里面了。对，有几间饭店，包括圆山啊、北投、利息，他们就是有在贩售这支酒这样子。妈妈有吃到很骄傲吗？那当然啦，对不对？这很不容易耶，台湾七嘎给。我们在一个没有红酒习惯的一个国家，做得七嘎做出这样子的葡萄酒，然后杭州的希都
有这种国际规模的饭店，然后可能会卖给很多，像疫情结束了嘛，会有很多外国的客人来啊，亚到就有机会识到，原来台湾没有暗用的酒，但是呢，外地嘅看亚到嘅酒嘅外观的世界、外包装的世界，我觉得有一点陌生，怎么好像没有在我在国外的酒看到嘅到我可以认品种的那一些字样呢？先休息一下，下趟陣來節目當中再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識一啲啲嘅酒。像阿權妹，我未強用，我去到賣場地度，我可能就會認真去偷，因為喝的酒太少了，故時我就會偷我好色的品種，我就會偷 Riesling 利斯林，還有一個叫做 Sauvignon Blanc， 這兩種是我認得的咧，我沒有試過的，我就專挑這兩種。但是呢，我都呀小剛韓國淑珍姐雅布卡嘅酒。我就認真看的啊，我在酒標上面都沒有看到我認識的字哎，但是就沒有我認識的品種啊，所以我就懂熊愛迪講，生來雅布卡種的葡萄品種怎麼那麼神秘？為什麼我在國外的酒通通都沒看過？媽媽分享一下。其實台灣最開始的品種是金香葡萄。金香，但這是國外沒有的嗎？應該是說國外。帶到台灣之後，經過改良廠去改良適合台灣種植的一個葡萄品種。那之後幾年之後又引進黑後葡萄，所以變成台灣有兩個基本上是釀酒的一個主要品種，就是金香跟黑後。啊，我剛剛送一攤是嘞，那個是黑後做的，上一段喝的那個 Black Queen 是黑後做的。對。哦，所以是因為國外冇暗用的品種，古時候太假咩？就是它就是黑後啊 ，Black Queen 呐，對不對？因為就是黑後啊，是啊，所以就是 Black Queen 就要認這個品種，就是黑後這個品種做出來的酒。對，哦，原來是這樣，所以我們Noble 嘅私藏底度，看到的商標都跟你們的不太一樣，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的品種在國外並不普及。對，那也表示台灣種植出來的葡萄跟我們釀製的葡萄酒有自己的特色，對不對？對，我們的台灣的風味其實跟國外其實比較不一樣，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台灣的酒在國際比賽上面其實很容易得獎，是因為你喝了，可能評審喝100支酒當中會有一支特別突出的，所以他就會對他特別有印象這樣。因為他們就是啊，比如說在德國好了，都是在同一個河流的流域的酒莊啊，大家水土都差不多。啊，不過台灣呢不一樣，是的，台灣彰化20的葡萄酒，立刻就是不一樣的地方，喝起來就很不一樣，很突出的感覺。對，它的風味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即便是一種品種黑後，瓊黑牙的黑後就做了，我現在目前看到的就4個了。除了小剛自己做的黑後，還有分1號、2號、3號。對，這個1號、2號、3號也是有不同意義的。對，他們就是這等於是我爸爸跟我阿公他們做不一樣的酒。那因為每一支酒都是不同人釀的嘛，所以我們就去做一個區別，從不甜的到有甜的，包括年份也都不一樣這樣子。所以剛好這個數字可以區別，不誰釀的第1代、第2代、第3代的，也可以區別甜度。對，是。那最甜的是？最甜的是3號。3號黑曼眼粥哎。對，是我阿公做的。阿公做的最甜。對。阿公最喜歡喝甜的。因為這跟時代背景有關係，因為以前的人他們要在田裡工作嘛，所以他們吃東西的口味都比較重一點，會比較重油啊、重鹹啊，所以當初就是釀到這個甜度的時候，阿公就是試喝，覺得這個甜度我很喜歡。然後就決定好，就讓它發酵到這裡。阿公嘅標準係3號。對。那淑珍姐第2代的呢？我們釀的是1號、2號。哦，1號、2號是淑珍姐牙的粥哎，所以2號是介於沒那麼甜。對，介於1號跟3號之間。哦，冇按甜就說哎，然後1號就是最不甜的。對。最不甜的。對。那1號跟我剛喝的黑後
黑后大概是在介于他们哪一个甜度？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甜度，它是因为闻起来你会觉得它有甜的感觉，对，它是比较甜美，它是闻起来，但其实它的甜度其实也是没有，几乎没有的哦。古总，天时地条件，观众朋友，黑公熊会送妈妈给发，就你们的经验，妈妈最喜欢哪一种甜度？妈妈的话可能就是2号跟3号这种，对，他们在喝的时候就是不用想说，要配什么？对，要配什么，或是酸度很高或很涩，因为普遍都喜欢喝有一点点甜度，所以就会蛮适合的这样子。所以2号、3号就很适合母亲节用来送妈妈。对。那我们讲到亚德给葡萄盐低度除它有黑后 Black Queen 这个品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金香。金香的话，对，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葡萄品种？它其实是为什么它叫金香？因为它本来是绿色的嘛，那它青红哦。对，它熟成之后，它熟了以后会变得有一点黄色的感觉，有一点金黄的，所以它才叫做金香这样子。对，那它熟的时候其实甜度也很高，那也会有酸度，就是酿酒葡萄一定要有一点酸度这样子。那我们有客人就知道说，有点像是飞雷口香糖的味道，这么夸张？对，就是它很香甜。对。那我现在手上这一杯，它就是金香做的，阿姆枸杞黑有加了一点东西。对，是我们在酿造过程中有加白兰地进去，它有点像是雪莉酒的做法。对，那它的桶子都是用全新的木桶去过桶，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奶油味也会特别明显。这太好喝了吧！这个是。对我后面Hellboy 有吃到木桶的香气，但是 tail 前就是感觉就是很香气很金黄色很亮丽的味道，然后酸酸的甜甜的，有一种果汁感。对，但是它后面那个木桶的香气，对，木桶跟酒精的香气出来之后，就综合了前面很亮丽的感觉，给它一点深度。这个好好喝哦。对，我们这支酒也有去参加亚洲葡萄酒指南，我们有得到一个铜牌奖这样子。好厉害。对，在香港的比赛。那像这个就是金香做出来的。那除了做这个加烈酒之外，杭州的周 K 塔给酒。比如说像是冰酒，对，我们有做冰酒跟白兰地这样子。冰酒跟白兰地，对。不过就是冰酒这件事情，泰雅寇内 memo 案说是冰酒在国外，什么叫做冰酒？冰酒就是比如说在加拿大，它就是冰天雪地，它的葡萄会解冻嘛，那比较温暖的时候就会退掉，它水分就会跟着流失，所以它的葡萄被浓缩会变得更甜。对。那我们在台湾的做法会先把葡萄冰进冷冻库。一样的道理，对，让它解冻之后，然后过了几个礼拜，然后我们再把它解冻退冰，对，它等于一样被浓缩的感觉这样子。而且这个冰酒，因为亚德根本有带来，嘿，阿公给时节就做哎，阿公很 fashion， 怎么会这时候就想到可以这样做冰酒？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因为他们不收葡萄以后，有辅导农民去上一些可能酿酒的课程。那我阿公可能就觉得，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试看看，然后就有做这支冰酒出来这样子。所以青雄，好不好？青雄这个品种，金香这个品种，除了用来做加烈酒，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冰酒，对，还可以再拿来做白兰地。白兰地，因为白兰地就是葡萄酒蒸馏之后的，像是这一罐透明的，跟这一罐咖啡色嘞，颜色不太一样。对，那我们的白兰地基本上都像是有点意式白兰地的感觉，我们是果肉跟果皮一起下去做蒸馏。那它颜色的差异就主要在有没有过橡木桶这样子。有金都同的底度诶，就有色啦，某金呢就是透明的，像这样子。对，蒸馏酒就应该是这个颜色。对，所有的酒蒸馏出来它都是透明的，就应该是透明的。对，颜色基本上都是木桶去赋予它的这样子。原来是这样，觉得这一集知识量暴增哦，很多内容要跟大家分享。那像是其实 Andy 是9S 节啊，没有懂你说喝酒要醒酒，可是我刚喝了那么多酒，到底什么叫做醒酒？什么酒要醒酒？其实。老酒，比如说老酒跟新酒，它醒酒的方式有差别。醒酒就是让你的酒接触空气，它那要这样吗？要这样吗？摇一摇，可以摇一摇，其实是增加它接触空气的那个面积嘛，对不对？让它速度更快。对。那老酒的话，因为它其实它装在瓶子里，可能它已经睡很久了，它需要比较温和的方式倒在杯子里慢慢醒。那新酒，对，它就适合可以用醒酒器，对，比较强制的让它去醒开来这样子。
对，方式会不太一样。正常一般如果煮都漏酒，人家讲醒酒，你说接触空气，所以我其实只要打开就好了。对，那为什么它会用到醒酒器？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肚子很大？对，所以它接触面积会比较大，所以氧化速度会比较快这样子。因为我平常想到醒酒，想说是起床喽，瓶子打开也会，只是它速度会很慢。哦，那通常醒酒要醒多久啊？建议每一支酒不一样。对，有一些酒普遍大概20-30分钟差不多。那有一些酒，可能它酒体比较强的。醒1天都有可能，1天2天，对。我打开大可乐，不用1年我才可以喝。对，你可以其实慢慢，其实要享受，你慢慢去感受它的变化。你第1天喝看看，再喝第2天，它味道会不太一样。对。哇，这个太难了。好，大家先记20-30分钟好了啦，基本20-30分钟。因为呀，其实嘿，懂成的一门学问，只要记得去家去。酒庄里面去挑选适合我们自己的酒，去把它试看呐，喝喝看这个酒你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这或许就是适合你的酒，对不对？重点是去品尝，去认识他们的一个过程啊。它不是去到国外了，就算疫情解封了，我们也可以不用飞那么远了。我们去彰化20就有很多台湾去家嘅优质的酒庄，都得去看，都得去吃看呐。古时候还有多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转来。好，分享大家又在那福起来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呀，阿妹節吼，母親節就係呀禮拜日咧，呀禮拜日要送媽媽乜嘅呢？你就得送媽媽一盆花，還是一束花，也係講就得送佢一罐酒。今日節目內容就同大家來分享呀，啲彰化20呀搭配本土出產的葡萄酒，就是我們印象中的紅酒，但是呢，我們看不到任何我們認識的品種的名字在上面，因為也係台灣自家嘅品種，就係啲鴉片醬油國外冇，因為自家去吃過唔張啲。啊，不過有位酒以後，大家就會想到講，紅酒要配什麼呢？紅酒應該要來個 cheese， 還是要來個意式的火腿、無花果乾，要的東西。平常時就買唔到，沒東西有食到啊！我也不是很愛吃 cheese， 譬如講按用嘅花，我就想要來問一下，今日嘅福氣片呢碟就要來問一下呀，專業嘅小剛跟淑珍姐哦，我們在配紅酒的時候，可不可以配一些比較平易近人的食物呢？可以，其實很簡單，因為比如說在地的食材要配在地的酒嘛，那其實我們家的酒很適合配的是什麼？就是鹹酥雞。我很多客人就是在吃鹹酥雞的時候就可以做搭配。對，其實它有一點點鹹，有一點甜，這樣子的口感是很好做搭配的。你剛才講在地，我想說那霸丸可以嗎？霸丸可以，要找白酒可能可以。白酒可以搭霸丸。然後我們剛剛那支加烈酒，其實它也可以搭，比如說像烤鴨，對它也還蠻適合，或是烏魚子，它都還蠻可以搭得起來。因為它的酒氣其實後面的酒氣比較重，對，它可以把香氣帶出來這樣子。對，所以其實不用太拘泥，說一定要搭配 cheese。對，我們可以去用我們自己的味覺去組合，各種某 Q 用嘅方式，你自己喜歡配什麼？其實方向是不是只要有調味、有重口味的東西都適合搭配？對，其實台灣有一些醬油口味的，其實就很好去做搭配，對吧？其實它的食物就蠻多的。就紅燒啊，或是滷肉啊，都可以。所以空肉就是紅燒肉，客家人的空肉也可以搭得起來。媽媽說可以，你有試過嗎？你自己最喜歡把你們家的酒搭配什麼吃？搭配什麼吃？因為我自己本身是素食，所以如果像2號、3號可以搭，類似像你如果麻辣鍋，其實也是可以搭得起來的。連麻辣鍋都可以，對，重口味的，就是給它搭下去就對了。對。好，故事我本太家來參考一下吼，做得按用來搭配。啊，唔過加到不卡嘅商品，酒莊嘅商品唔單像酒聽聽，還有那個一類是讓我覺得很奇怪，這個幾根木條擺在前面，很漂亮，很精緻，是要？它是可以直接放進酒裡面，對，這是我們自己去開發，有申請專利的。
哦，它底部面有这样按钮一fin一fin呢，它有这个刻纹，这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这个就是要增加它跟酒的接触面积，它的面积越大，它熟成的速度就越快。所以我基本也可以讲有一罐像这样子的白酒，我就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按钮。对，它就等于是把你的酒又放进橡木桶里继续熟成的效果。泡酒、泡桶的概念。对，因为你的木桶很大一个嘛，那你其实只有最外圈有碰到酒，所以它熟成的时间才需要10几年。这么久？对，那以这个方法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快很多。就是它整个全部都有泡在里面。对，它大概3、4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你的酒达到放在木桶里好几年的效果。3、4个礼拜就做对嘞。对。哇，它的颜色跟味道就会完全不一样。那它有一定得配什么酒吗？比如说我不放你们家的白兰地，假设我放高粱。可以，它所有的酒都可以用，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橡木桶这样子。哇，好酷哦！而且基底度有懂得做某用给 kill me， 然后连刻痕都不一样。对，我跟你讲，榉木樱是樱桃木，樱桃木。那这一根呢？还有一个台湾相思木。哦，胡桃，对，胡桃木。所以亚黑亚的布卡刚刚讲专利开发的这个商品，对，哇，怎么想到的啊？这个我在台湾忙着看过亚东西。对，当初我也就是很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我们就想说想要做跟别的酒庄不一样的，那自己也有在喝酒嘛，然后就会想要试一下不同的木材做出来的酒，它味道会不会不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测试了20几种木头。然后就发现这几种，就它的风味香气很好，然后可以想要让客人也试看看这样。所以按钮一支，金都90度，不用3、4礼拜。对，那这一根就还可以再利用。它是跟真的木头一样可以重复使用的，甚至说你可以用火去直接把它烤一烤，在泡之前。对，然后让它再活化一点，再放进去，它的香气又完全不一样。就会有这种出火来，有这种烟的味道吗？它可能会变，反而让你的酒变比较香甜的感觉。对，就有点像是竹炭在过滤，有没有这种效果？它会有一种碳在外面，然后去让你的酒更熟成。哇，所以这个可以自己去做实验。对。自己去想看你中意哪种 kill me， 那哪种味道，你就用什么方法去做，对不对？对。好有趣哦，所以。妈妈有吃到很欣慰嘛？就是你看儿子这么厉害，这么优秀，开发了这么多东西。但其实我知道这也很辛苦。你看雄心，你头白黑，就是做人媳妇的时候，看着公公婆婆经营酒庄，那时候妈妈觉得经营酒庄这件事情，应该也觉得很不容易吧？不容易。那时候应该也很辛苦，尤其是刚开始草创的时候。应该是我公公婆婆他们草创的时候比较辛苦。那其实我们这一代就慢慢接下来，没有那么比第一代要再轻松一点。对。那他们现在当然比我们还好一点，就是说因为有上面的传承，但是相对因为农业的东西其实都很辛苦，你们还是要种。对，而且又找不到人，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不过小刚他是因为慢慢的有做了几支酒以后很有成就感，然后慢慢也得到一些认同，所以我看他是慢慢已经很投入了啦，也是很开心。对，还现在很开心。不过一开始来接手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喊这个时间绝对是看到农田、看到土地就觉得完蛋了，我没有假了，我不能休假。那个真的是。小刚小时候有这种经验吗？有，因为采收期刚好就是暑假。大家放暑假都很高兴，我们超讨厌放暑假，7、8月。对，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是在家里帮忙工作，就你还采不到葡萄的时候，就负责帮忙贴标啊什么的，这样子。连采不到葡萄就对，然后够高的时候就开始采葡萄了，这样子。好可怜哦。那你当初回来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好可怕，又要再过这种痛苦的日子？当初是有一点挣扎，但是我后来接那年也是刚好我爸爸生病。对，然后那一年的葡萄就非常的多，我想说哇，没办法，一定要回来帮忙采收这样子，对，就回来帮忙这样子。不然阿公开始建立的这一块土地，就是也舍不得它就这样荒废掉嘛，就觉得他应该要继续经营下去。但是现在就是妈妈同小刚算是2、3代一起经营，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意见或摩擦？一定是会啊，有很多观念会有落差，但是我想说，年轻人他们有新的想法，就是以他们为主，对，尽量支持他啦。好感人哦！所以妈妈很支持你耶。
对，就是我们后来就是有慢慢磨合啦，然后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说，我们既然要这样做下去，就要把它做好，这样子，对。那母亲节你有没有什么要跟妈妈说的？很难得母子一起上节目。母亲节快乐！谢谢。很害羞。好啦，很厉害啊！我觉得，妈妈，我相信妈妈应该没很懂欢喜，就是儿子可以回来。对啊。其实小孩在身边就是最快乐的事情，真的，对不对？对，可以一起工作，虽然有时候会有摩擦，但只要相处在一起就是快乐。是啊。对，所以其实，我们上位老家的来同妈妈嘅感情分享给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那他们也是因为有这个对家庭的爱，所以这个果园一直流传下来，蓝辉酒庄才会一直到现在。是的。然后亚大酒总还讲太家真紧，中医生就也讲不会喝酒也没有关系，小孩吃葡萄7、8年嘞，其实也可以到果园里面去采果。对。然后 DIY 是可以做酒的，是不是？对，我们就会教客人怎么酿酒这样子，客人会自己去采啊，然后我们中间会教你怎么品酒，然后最后就是品酒这好重要，我也不会对，最后你就可以自己做一瓮带回家这样子。所以从产地到餐桌，头摆而去滚会看到这个红酒的生产过程，产地到餐桌也哈不是你只要去彰化就走得看那都对，就是所有的流程这样子，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葡萄树啊，直接采葡萄来吃这样。体验小刚小时候害怕的生活。好啦，故说今晡日同大家来分享啲母亲节，邀請到小剛跟媽媽，強好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按到葡萄酒，韓國喺台灣自家生產嘅，希望大家會中意。沒什麼，小剛跟媽媽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希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哦！強好來做運動了，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